南投的花卉嘉年华开始了，县政府欢迎大家到南投县各乡镇来看花。县政府嘛，甲台中科技大学来合作，签署着大学社会责任的计划，要透过学校的力量，促进着在地产业甲社区文化的创新发展。 2021南投花卉嘉年华开始啊！南投县各乡镇拢有各种的花甲美景，等待大家去欣赏。县政府观光处长陈志贤讲，今年第一农场伫园区规划市集，选做所在 DIY 等等，要有大型恐龙模型甲小火车，邀请乡亲去体验。那包括有信义乡的这个梅花季那仁爱乡的梅花季，包括我们这个鱼池乡九族的樱花季。伫记者会中，嘛安排台中科技大学甲县政府签署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合作，希望透过学校的力量，促进在地产业的注入以及社区文化创新的发展。我想大学有大学的一些资源，包括教授的资源，包括我们一些技能的资源，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资源导入南投县政府，那么提升南投县政府的这个观光产业。县政府嘛表示讲，这摆嘛举办网络抽奖活动，只要民众伫活动的期间分享回馈相片，就有机会去得到大奖。详细情形会使到官方网站去了解。